啟悅苑3房1廳440尺單位起貨，今日就帶大家睇下單位嘅裝修細節啦。玄關做咗套獅子櫃，中空位加咗暖色燈帶，上面4層可以做儲物，下面就有6層分隔做鞋櫃，加埋角落門方便拎嘢。中空位都可以放擺設同出入門口時候嘅常用品。行入啲同大家介紹客廳嘅設計。客廳做咗一整面嘅收納連電視櫃，家私都統一採用米白色加淺色木紋做設計。整面收納牆由儲物櫃、木櫃桶、中空位、玻璃飾櫃同開放架組成。多層次嘅間隔既實用又好睇。客廳整組護牆板都套用咗金屬線條同夾雜設計。客廳飾櫃後面隱藏咗第一間細房，L 型組合書台連到頂玻璃層櫃。雙層床旁邊空間全部做咗衣櫃，確保夠晒位擺衫啦。廚房改咗摺疊式玻璃趟門，15尺嘅米白色月形櫥櫃，右側吊櫃留空之後可以擺蒸焗爐。2個加深嘅碗碟拉籃，再加旁邊3層式調味架。左邊3個薄櫃可以做收納。吊櫃角落做聯動門，喉管都隱藏埋喺入面。雪櫃頂電箱都做咗吊櫃收埋。再睇下電視牆隱藏門入面嘅主人房，5尺雙人油壓床加6尺到頂大衣櫃，掛衫位同摺衣區全部齊晒。油壓床有充足收納空間加3隻櫃桶，仲有張細梳妝台方便女士使用。再睇埋玄關櫃間出來嘅細房，3尺單人地台床加門底櫃桶，浴室保留咗原有格局，2尺浴室櫃做吊高，避免積水，容易清潔。石英石台面一體盤，沖涼位做咗雙邊燙開嘅灰框請玻璃弧形月屏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3有嘅觀塘門市睇下。